迪生，你放學嗰陣時留低，將呢封信俾你阿媽。媽媽，老師叫我攞呢封信翻去俾你啊。內容原來係講佢個仔實在太蠢啦，根本就學唔到嘢。佢用拖累埋全班嘅進度，為咗大家好，希望佢能夠自動退學。佢阿媽睇完呢封信之後，雖然好難過，但係佢堅定對自己講：愛迪生絕對唔蠢嘅，唔會唔能夠學習嘅。老師唔教，我自己教。後嚟愛迪生唔單止發明咗電燈、電影機、留聲機同埋其他千幾種嘢。當呢一粒巨星隕落嘅時候，全國關燈1分鐘，以作紀念呢個電燈創造人。你們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作剛強的人。以弗所書6章10節。